大家晚安，大家好，我是花季的网络好厝边，欢迎大家来看我跟千昭第一次聊天，我其实蛮紧张的，但是呢，我们先请千昭自我介绍一下吧。Hello，大家好，我是属于台北大空袭文学又宁念千兆。我念错了。什么？你念错什么？是四声吗？招。刚刚是语气的部分，嚇死我！对，刚刚是语气的部分，招。没事，你念了出来。太好了。介绍完了。介绍完了，没错。你好。这是有模板的，就是我现在有一度想，我要不要讲我是出纳幽灵，职业转变有没有？出纳跟文学应该不冲突吧？对啊。上班的时候做一个，下班做另一个。没有，下班就没有力气了，下班就耍废。这是非常的跟大家一样的。对呀。哇，好，那我们就唐突的开始吗？好啊。我想问一个问题。请说。就是安到底是很正常，大家都这样讲，还是因为我自己很少听到家里这样讲所以这是正常，还是就是讲你家爸爸就好了？我觉得这个也蛮有趣的，那我分享一下我的经验。我家里面的人呢，首先不太跟我讲台语，但是我也确实没听过他们讲暗安，但是我好像有听过一些里长，就是去过不同地方，然后发现蛮多里长会讲暗安的。所以是里长，就好像也会有人讲，就是那个大家暗安这样子吗？对呀，大家暗安就是大家晚安。然后会说什么？大家暗安，大家好，我是里长。连在一起听起来比单纯讲暗安好像好一点，感觉就很顺了吼。比较顺，对，比较顺。对另一点就是有时候我会去一些台语文使用者的聚会，然后那种时候的讲者好像也会讲暗安，所以我就觉得那应该是有一些人在讲的，就可以跟着讲。但我觉得假爸爸也是大家蛮常用的，所以我觉得也可以用。也可以用。对呀，可以选自己家里习惯的。对，我家妖怪大人他们自己讲台语都不带我们讲。这可能很多人我家也是，我台语完全是自己后来读书学的，没有人教我。很厉害啊。也还好啦，就是有热忱。我就没有在用，听得懂一点，可是不会讲，不太会讲，忘光了。没关系，有机会再绑架来强迫你讲台语。好啊。太好了，我最喜欢绑架同行了。来吧，趁他还没挂我电话，我们赶快转一下。好，来转一下。哇，好紧张哦！我们应该要来一点辛辣的吧？可以啊，来啊。结果好像还好。还好吗？对，请问你们害怕被讨厌吗？我会害怕被讨厌吗？我想想看我在不在乎对方。有道理。因为我是一个就是我的内耗是我对我自己的批评，然后我不太在乎其他人的看法。对，所以讨厌我会有一点不高兴，可是我不会超过太久。对，所以我不会害怕，就是一点不高兴这样子。可以理解，可以理解。哇，对啊。那我其实也蛮类似的。我觉得你刚刚讲到一个重点，就是真的是要看那个对方是谁。就如果是比较亲近、比较重要的人的话，就会比较不想要被这种人讨厌。但如果是什么网络上随便的人，那我还真的是蛮不在乎的。对。不过你亲近讨厌的程度是大概范围是怎么样的？因为之前我跟我朋友讨论过这个，就是比如说我们都会说我们新认识一个朋友，
然后可是因为中文的语境是这样子，当然因为之前有学德文嘛，然后德文是分成朋友跟认识的人。哦，好像英文也有类似的。嘿，所以就是我的朋友的话，可能是在10个人以内，然后认识的人才会超过10个人这样子。哦，那你对朋友的标准还算很高，对，有点严格，蛮高的。哦，对，哇，我觉得的确就是从语言的角度想这件事情还蛮有趣的，因为对啊，蛮有趣的吧？对啊，我感觉我有一些认识的人也是就很概括的在用朋友讲所有人，就会觉得他没办法表达更精确的有多亲密这件事情。对，没错。但是我可能跟千昭的语用不太一样，又讲到语用，我好爱这个词。我的朋友，我说的朋友好像标准没有像你那么高，对，再高一点。如果是只限定最亲近的10个人，我可能会讲密友吗？虽然我不知道有没有人在用这个词。对啦，可能是这样我就可以。对啊，而且这样我就可以动不动说我有很多朋友，可以假装自己很行。可能是因为我是一个不在乎要很多朋友的人吧。没有啦，我是开玩笑。我也没有很在乎。没有，因为我一直觉得朋友有人陪你去吃饭就好，然后一个人去吃饭也没什么不好。哦，对啊，对啊，但有些人没办法哎。对，我知道，因为很多人没有办法啊。真的，一些人是就会觉得一个人吃饭是很可悲的事。我想说啊，不至于吧？哦。对，我最近才去吃一个人的烧烤，很快乐。哦，很爽。我还找了很久，因为一个人的烧烤很难，比较难找，比火锅难找。寿喜烧还可以自己一个人进去吃啊。当然火锅好像就是寿喜烧，他们就只要那个把座位调成那个，就锅子再放上去就好了。可是那种烤肉好像烤网的那个炉子，如果只有一个人，他们都要预设2个人以上。哦，有些那个一看就是4人桌，然后你只有一个人去，店家可能也有点那个。对啊，一个人看电影超棒的，好不好？真的，因为每个人看电影的习惯不一样，有一些人会喜欢偷讨论还是怎样的，有些时候就会觉得一个人看就是有一个真的是独享的感觉。我也会跟朋友一起去看电影啊，就我们之前去看，就是比如说我们一群人去看超人或者是蝙蝠侠的电影，然后因为我们是漫画粉，然后所以那时候那个以前那个版本，因为最近 DC 重启嘛，然后以前那个版本太窄了，他那个凝视点就是他很多梗都太一般观众没有办法懂，然后所以我们笑到被人家踢椅子。哇，好严重。不是，可是我觉得很好笑。就比如说以前那个就是那个 BVS 里面不是有一段，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但是就是他们就同时就说你怎么知道玛莎的名字？他说 Martha， 然后我就觉得很好笑，对。但我们也有同好觉得很感动啦。可是那只是用2个妈妈都叫 Martha 的梗，然后我觉得很智障啊。哦，包场很棒啊！我也有去参加过包场，就是比如说那个怪兽与他们产地的那个包场，然后那个演那个汉尼拔的那个演员，后来他演那个盖勒特·格林德沃嘛，然后在那个新的电影里面，他们就有在咖啡厅分手戏的部分，然后我们包场就集体鼓掌，有没有？很好，很棒。哦，我还没有试过包场，感觉也是另一种体验，好像蛮好玩的啊！可以应援，可以喊。啊，我的话最近是看了《鬼灭》，然后《鬼灭》印象最深刻的是，好这样讲好像不可以这样讲，没有啦，就是我想讲的跟《鬼灭》本身无关，但是前面的预告片有炼巨人呢，看起来好爽哦。对，不错啊，炼巨人。对，看起来超帅的，就很期待它上映。不过我觉得《鬼灭》也真的很好看。是不是？鬼灭我看到后面，然后我就没有再追了。
你要找时间补进度。我是前面的其实没看呢、然后我就被拉去看。你直接看电影？对对对，不过还是看得懂。然后我其实蛮喜欢的，我觉得他的背景故事处理得很好，然后他打斗的部分跟音乐也很贴，然后音乐很好，这真的非常好听，非常喜欢。好，我们稍微回到主题。那我害怕被讨厌吗？我觉得好像还好就是会怕被自己比较在乎的人讨厌吧。可能像刚刚说到的密友，就是最熟悉的那10个人，会不想做太让他们讨厌的事情，因为会成为密友的人应该跟我价值观也比较接近，所以如果我会被他们讨厌的话，可能我其实在做一些违背自己价值观的事。然后有时候就是达成合作的人如果有表现出讨厌倾向的话，我也会有点烦恼，但不会害怕，就是有点烦恼，就是我被讨厌了吗？还是他只是就事论事呢？因为我是一个也是会就事论事的人，然后有时候就会想，到底是怎么样呢？会影响我们的合作吗？这样之类的。这个确实会很烦恼就是对啊。不过我想想，我有这种经验吗？有，因为每个人沟通公事，就是在公事上，讲话或沟通的方式，对，语气不同，有时候难免会担心说，他是不是不太喜欢我？但好像有时候其实就不一定是。我觉得当面比声音好，然后声音比文字好，就比较能判断他是什么想法。对呀，真的。但通常至少我在邀约其他合作的时候，很多时候都是纯文字，就会真的没办法。对，那个就没办法，因为有些人可能就打得很简短，然后我自己也是不太喜欢文字深聊的，因为我觉得要等别人回，然后等来等去很烦。对，而且有时候可能打到一半，然后就人可能就消失什么的，很难控制。而且有时候有一些人就是当面聊天会有很多情绪，然后可能就是很嗨，但是他打字就超简短。对，有些人也是这种，差别很大。对啊。对呀。那我觉得，总之我自己就是没有在怕被广泛的群众讨厌的，因为我觉得本来你如果出来做一些有表达明确想法的东西的话，甚至也不用啦，你也不用做什么很表达明确想法，你出来卖个萌也会有人踩一脚，所以我觉得被讨厌是，没错，对，那是常态，就是你无法取悦所有人，没错。对，不会每个人都喜欢你，又不是新台币。真的，新台币有人讨厌吗？应该是没有啦。如果有人讨厌的话，可以把它送给我们。拜托了。对，抖内一下，抖一下，把你们讨厌的新台币塞给我。好，那我们来看看还有什么更刺激的。我等不及了。我不在乎。你说我不在乎钱吗？没有，我在乎，好吗？幽灵也是需要钱的。不要说我不在乎新台币，我只是花出去之后才发现我会没有钱。原来在乎的东西是离开你身边之后才会更有感觉的。对，没错。原来是这样吗？好，你有没有过哪个时期觉得完全不像自己呢？等一下 ，Jason 说我说不在乎被讨厌。对。我大部分对我确实很，因为我是一个自我中心的摩羯座。我觉得有时候适度的自我中心对心理健康还不错。对，没有，可是我觉得就是自我严厉这一点就是没有办法。对啊，就是会有不同的折磨这样子啊。就大家都有自己的课题需要克服。哇，真的。对啊。完全不像自己的时候吗？我想想现在吧。
你其实很讨厌陈火蛇，但是假装在那边。不是，我开玩笑是说就是我去上班这件事情。哦，因为我本来说就是我就是要写作为生这样子，对。但是现在就是觉得退回一个大家说的舒适圈，对。发生什么事？就是没有钱啊！一切的那个根源都是因为钱。对，想要钱。哇！那我是觉得我现在有点烦恼了，因为我要一边习惯新工作，然后我还要维持直播，然后我跟灯笼妖怪就我朋友，然后我跟他说我想要写，我最近想要把那篇文写完。他说你现在在做一个新工作，而且你在上班的时候你还要学会计的东西，然后即使你在上班时间看会计的东西，那还是第二件事，然后你还有第三件事，你还在直播，你竟然妄图想要做第四件事。然后我就说可是我就是想做，但是我算是我课题，就是我自己会排到没办法做完的程度。这我然后我跟他讲，就是我一直在处理这件事情，但一直没有妥善的断舍离这样子。对，泛软软相向，没错。我现在觉得就算了，先让我快乐享受一段时间挥霍的日子。挥霍吗？之后再想想。对啊，有一个康庄大道，然后一想到，就是因为我刚刚在直播前才在跟火蛇讲说，我现在在当关系户出纳嘛。然后我有个目标，5年可以要当财务长这样子。然后我本来非常的排斥，直到我知道我阿姨的薪水多少的时候，对，我家替妖怪大人的薪水让我觉得很香，也不是不可以不做。对啊，对。但我觉得上班确实蛮不像自己的选择啦。我还在习惯，对啊。所以你说的待在舒适圈一下是待个5年去当财务长这样？5年才当上财务长？没有，我在思考，就是可能过个10年、20年就有无条件基本收入了。然后就是我存到，然后那个时候我就可以那个了吧？我就可以裸辞。对，我就可以裸辞了。原来对啊，没有，我觉得这很有可能。你想，我们现在有 GPT 整个职业改了多少，然后接下来又要有机器人，对啊，就光想象一下就知道以后的工作形态会大变。有道理耶，有道理耶。如果不要太压榨穷人的话，应该是会有无条件基本收入。没有，那时候就少很多工作啦，除非就是干脆政府发挥那个，为了不要让社会动荡，然后补助所有公司都像日企一样，能不辞就不辞，然后才能撑更久一点，撑个30年，然后才开始发无条件基本收入。但是以这种情况的话，以后 AI 可以做到什么程度？光这2-3年 AI 的进步就可以想象了吧？就感觉会越来越快。对啊，它是科技是一直更快，会急速的更快。就以一个创作者的角度去思考，觉得这完全是可以期待的事情。不错好，我也开始期待了，太好了，可以不用那么。我觉得那时候人类才可以做真正思考工作是什么。才有足够的时间去慢慢想。就是什么叫做人生的志向，而不是因为，就比如说像我家那个老板妖怪大人 J 啊，他曾经跟我说过，为什么想要创业，为什么想要当老板，为什么想要赚很多钱，因为可以买漂亮的衣服跟漂亮的鞋子啊。然后那个就是他的初心。可是我觉得，假如说你有机会可以获得漂亮衣服跟漂亮鞋子，你也不想把自己弄那么忙吧？虽然我觉得他后来初心已经变成他本身就很喜欢工作这件事情。对啊。你说对工作日久生情这种感觉，我觉得他享受自己是一个
可以在工作内不断创造成功的人啊，那个是真的感觉很好。对对对，因为他是业务起家这样子，然后做贸易的，对，所以他算是很成功的商人这样子。对啊，但我觉得上班就是在用时间换钱。哦，真的真的真的。对啊，我之前去打工的时候也是会一直觉得就是会意识到自己这辈子的时间是有限的，但有时候我们又被迫为了生存要拿一部分去换钱。对啊，没错，小痛苦。没错。好，那我想想哦，我有没有过哪个时期完全不像自己哦？我觉得我最不像自己的时候，应该是刚开始在网络上活动的时候吧。会被迫社交，也好像也没有被迫社交，因为我本来就是一个蛮啰嗦的人，就是蛮喜欢到处乱回话，对。但会一开始直播的时候会想要经营一个人设，或是捏造一个形象，但是就会觉得这样比较好，就是这一面可能大家比较想看，但是至少我现在觉得对我来说不是一个可以长久维持的方式，就直到我某个时间点突然开始敢乱讲话之后，就觉得其实大家好像也蛮喜欢我原本的样子，所以我现在就很猖狂。我如果是这方面的话，我比较久之后才改掉，就是开始讲比较生活上的事情。对，我自己也觉得可能蛮多 VTuber 朋友也会经历到类似的过程，就是至少我有认识的一些人跟我自己就会一开始会想要演一个不像自己的人，但到后面都会默默的变成真正的自己。其实怎么讲，我觉得因为毕竟我是一个创作者嘛，所以我一开始那就是我人格的一部分。我很喜欢这个说法。我的意思是说，就对，只是现在我把更释放自己的人格。对啊，放更多面向进来嘛。对，就是比较像是原本有偶像包袱这样子。对啊，对，我也是。后来发现那好像可以丢掉，没关系。Jason 说以后工作的意义是搬砖，水泥还是有机器人啊？对啊，叫机器人搬。不然有那个胆大党里面不是有那个外星人科技，那个房子就自己拼好了，你以后可以自己那个 3D 打印房子，有没有？太高科技了吧？不用建商。胆大党真的很好看耶。对啊，胆大党很好看。好希望它可以出剧场版。我那时候看完，对，我们一定比机器人便宜吗？是这样没错啦。可是我觉得你要说的话，我觉得比起搬砖，应该是冷气啊、水电工这种的会更难取代吗？就是对，因为其实这个看国外就知道啦。比如说现在欧洲他们就是缺护理师，就是护士嘛，然后水电工、冷气，就蓝卡的工作，去看他们蓝卡工作就知道哪些不太能取代了。感觉单纯的搬运我刚刚讲打印是不是？对不起。但有时候真的会潜移默化。不是对，因为我看太多中国小说了啊。对啊，有时候我光是没有在看中国小说，我也会耶，我也有时候会讲内耗。我要在对啊，就是写的时候会比较有意识去辨认，但讲的时候有时候会对。原来如此，至少我自己是蛮希望观众可以帮我补充的，因为有时候真的会想不出我要的词。我觉得不一定啦。我觉得机器人我们不一定会比机器人便宜啦。如果是单纯搬运的话，而且机器人不用付月薪，也不会有那个劳权意识啊。不会说我要放假，他可以24小时工作，有没有？对，他可以24小时他不会说我要放假，然后不会说那个你这间公司太烂了，我要去检举你消防。机器人应该不会。
不过我听说，就是最近有在说，客服没有那么容易被取代。哦嗯，啊，因为客人会希望，人关心的感觉，然后还有那个目前的 AI 会被人类勒索。被人类情勒吗？就是说你要给我打更多的折扣啊，然后结果那个 AI 就开始，那好像有个实验，就是在一家公司里面放一个贩卖机，然后它有 AI，然后结果那个里面员工就一直请了他，然后他最后就一直打折，打到最后可能不用钱，然后还那个进货，就是进任何他们想要的东西。好爽哦！对啊，好，我们再看要花几十年才能到达那一天啦。对，但我们都可以活很久，没有问题啦。哦，真的，我们都不是人，你是宝箱怪，我是幽灵。这算活很久吗？对啊，没错，太尖锐了，可以存在很久。我也觉得被情勒折扣听起来超可爱的，好好笑。对啊，漫画小说家不可能会取代，我觉得是怎么讲？对，确实不可能被取代，但是它的意义跟以前会不一样。对，我觉得有点像，因为对漫画家的助手可能会被取代，但是真正主导创作的人还是在的。对，就是主导创作这件事情还是在的，然后小说家也许他可以做的事情更多这样子，然后或者是他可以用 AI 去更快的创作这样子，对，高度辅助。但这个我也有跟就是同样写作人讨论过，就是比如说这一代就是 AI 刚出来就开始当大学生的大学生，然后他们如果那个时候才开始直接从学 AI 开始写作的话，那他会有一定程度的瓶颈。就是你要就跟做有些事情，就是比如说考精算师好了，精算师的考试是你需要先徒手算很难的题目，但等你考过了之后，你完全可以用电脑程式跑。有听说，就是你需要理解那个逻辑。对，就是所以创作也是一样的。然后所以你没有经历过那个徒手写的时间点的话，讲徒手写其实也是键盘啦，但就是用人脑徒手写，对，徒手一个字一个字写。对。有听说，我好像有在哪里看过，也是有人提出过类似的看法，就是感觉在很习惯用 AI 辅助的这些人，就是他们在学习刚开始的阶段就很习惯用 AI 辅助的话，他们很有可能会没办法接触到一些最深的或是最基础最关键的一些核心概念。对，所以好像就是会快速的从0分到50分吧，但是要到100分反而会让他们变得很困难，很难到达100分。有听说过，然后我就觉得好像是，对，一种说觉得前几年创作者很绝望，我觉得是多少都要改变你的一些想法，因为怎么讲，绝望这件事情直接说好了，在 AI 还没有出现之前，人类已经被短影音洗到注意力变短了。对，那时候也很多人绝望。所以小说的就是小说读者已经大量流失了，文字类的读者已经大量流失了，然后再来就是因为这样，所以流行的趋势变成是中短篇。然后偏向大纲文的东西，可是那很妙啊，那就很微妙，对。但也没办法，就是那个大家的习惯都会改变啦。就比如说，对漫画家来说，可能的网络时代的改变，可能就是开始大家更阅读的可能是条漫这样子。对。那原本的分隔的，因为我曾经工作有合作过一个漫画的分镜师，
然后我听他，就是我其实有点听不懂，但是听他在讲说这个格子应该要怎么调整大小，然后读者阅读起来会比较顺，然后左右可能要对调什么这之类的，然后我就想说这一类的可能真的只有看得很懂的人才能分辨出来。那可是假如说大部分的人都在看条漫的话，也许这方面的重点可能就会渐渐的变少人。阅读的人，但漫画的途径怎么样都比小说好很多啦。小说真的要有耐心呢，你还要手动翻页。小说对，就是纸本。我觉得最近好一点，应该是说电子书大家的习惯起来了，就是大家愿意买电子书了。对。但阅读的人还是变少啦，就是现在小朋友不看书的，不看小说的，对吧？因为短影音嘛。对。YouTuber 也是啊 ，YouTuber 也被影响了，而且 YouTuber 也才出来可能没多久，可是他们现在就被受限，可能也要开始转短影音为主这样子。对啊，感觉现在就算是做长片的，就主要是做长片的人，也不可避免的要发一点短影音，不然会很难生存。纸书的美角嘛，那个比较偏排版。这个你有研究？就是比如说落字啊，因为我都自己来，就是所以比如说有做一点点编辑，但不算非常专业。就比如说落字啊，然后怎么InDesign的一些换行，然后行间距什么之类的，对，那个也是，对，但就没办法，我们就在一个快速改变的时代，大家都没有办法很完全的维持原来的工作方式，感觉也没办法，就是大环境如此，就算你自己想要抵抗，那也不是你能靠自己的力量去就是改变整个大环境，不太可能，所以大家都被迫要去适应一些新的趋势。对啊，还好我现在好像适应的还可以，当 VTuber 当得蛮开心的。不错啊。自从网际网络一普及，漫画就再也不是只靠画工在累积粉丝跟财富，本来就要好好经营自己。10年后用 AI 弄一幅旷世巨作，也一样是假画，但是有些人会在意那个跟人互动的感觉嘛。我想可能这个网络时代也让大家会觉得离那些领域上的佼佼者，可能就再怎么样，你狂在他限动留言，总有一天可以跟他讲一句话，这种感觉吗？不是，我觉得他想要表达的是风格。风格。这个我也在尝试，就是因为我已经写出有自己的文风了。那假如说我今天用 AI 辅助的话，我要怎么做？顺序是什么？然后怎么样维持我原来的东西？然后大家看到会觉得这是我的东西，但其实这很难，因为文字本来就没有那个辨识度，那么要很高的，就是辨识度。其实有时候其实大家是可以认出来说，这个是什么风格，谁哪个作家写的，然后我的朋友也可以认出我的那个。但是你说没有自己的风格，也是一个难看的故事吗？不一定。就毕竟就是讲说不取代。不被取代的重点是你的 idea 嘛，然后你对整个故事角色的选择，然后你再下指令这样子。可是文风的差异，我觉得那是细节的部分，就是比如说未来画家如果有 AI 辅助，然后高度辅助在做的话，细节也是那个徒手就是在修改的细节，保留自己的风格，然后或者是甚至是完全从头到尾直接在真正的纸上面画的话，那种那种的话，可能就是真的更多温度。但小说家从很久以前就已经开始用打字机了，没有人叫我们徒手写。徒手写感觉很有趣耶，其实。所以他如果印出来，可能是去扫描他的手稿这样，可是感觉阅读上会有点吃力不知道，我觉得徒手写的都是强者，听起来超酷的。我觉得听起来超酷的。我不知道。我以前有听说什么徒手写，学生时代就开始徒手写，
徒手写是因为上课只能用那个对，上课笔记本你不能写吧？搬一台打对啊字机放在桌上。对呀、嗯，哦，有道理耶。有时候看 AI 的东西，就当然细节或者是它的风格可能很不像人类的作品是其中一点，但也还有一个重要的点就是，我觉得那个有提到选择，我觉得蛮有道理的，就是作者为什么要做这个创作，然后为什么会决定让故事往这个走向发展，那个为什么其实也蛮有趣的，好像是因为有那个为什么，然后我们如果去意识到作者的做这些事情的动机，可能跟他这个人本身有什么关系，我们才会觉得他有灵魂。像对 AI 就不会有那种他有灵魂的感觉。哦，比较年长的作家会徒手写，对，好像有听说。respect 不行，哦、没有其他话可以说。我没有办法。那我们来看看其他问题好了。看其他问题。哦，你觉得男生不可以哭，跟女生就应该温柔，哪一个比较糟糕？我想一下，我觉得前面只会让我想要糟糕的部分。什么意思？然后女生就要比较温柔，会翻白眼。等，前面那个是，就是比如说 BL 短片创作的一个梗，然后标题可能就是灵感来源可能就是男生不可以哭，然后重点就是男生不可以哭，就有直男就说男生不可以哭，然后公听到了，然后就把它做到哭，很棒，很香。老实说，我觉得这个当标题还会让我蛮想翻开来看的，听起来确实很像。有哦，真的有这本哦。没有，不是有这本，是有类似的概念，感觉会有感觉。就是有一本小说叫《你们男生打游戏好厉害哦》，然后这个是一个，就是有一个男的，然后他在那小说的里面剧情算是有个那个受，他就在好像是在直播还是干嘛的时候，然后就假装自己是女生，然后就故意在聊天室打说你们男生打游戏好厉害哦，然后结果对方是电竞大神，然后就直接掉嘛，然后所以是电竞大神跟小直播组的 CP， 一修罗写的很香，很好吃。好哦，哭包公也很香啊，哭包公也很香。哭包公是怎样啊？是在什么时机开始哭？他说对不起，我让你不舒服了。哦，好，那我可以理解，那好像蛮香的。对啊，很棒。好，这样的力道可以吗？谢谢。按摩的部分，按摩的部分。按摩的部分，对，没错。开心的获得了一些新知识，太好了。虽然很唐突，你知道我立一个旗，就是如果我在8月结束前收益化，我要写自己的 ABO 小说。加油！对，加油！我现在，那你想好你是哪个性别的了吗？还没。那聊天室可以讲一下，你们觉得活着是什么 Omega 吗？还是 Alpha？ 他们意见我觉得你可能不能。我不会被放到 Alpha， 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没有人要把我放到 Alpha。对，我也觉得你不是 Alpha。谢谢。只能说谢谢，我还能说什么？Omega 吗？贝塔也很香啊。不要看不起贝塔。还没就不会是 Alpha， 什么意思？我觉得我写自己是 Alpha， 没有人要看啊。没有，你可以写 AA， 有没有 ？AA 也很香。对了，阿法就会先，阿法会决定自己是阿法。脖子上那个字嘛，好啦 ，Omega 可以啦。防有侵权。
有痣就可以是 Omega， 为什么？很色啊，是没错，没有人要信。哦，好吧。可是你们知道欧欧也很香吗？欧是怎么我之前样的香被人家点？打开来看啊，就是护工的同时又护送，然后又可以互相玩玩具的香。哦，我一定要给你分享我的护工喜爱的作者。虽然说他现在绯闻网关了，可能就再也找不到他了。我的书单越来越因为我是护工可逆，我是混乱，算混乱中立吗？这种很混乱吗？对我觉得护工是好文明，护工很香。没错，我个人也是觉得。因为阿法不会怀疑自己是阿法，阿法会不希望自己是阿法，但不会怀疑自己是阿法。有道理，有道理。不行，我要把这句钉起来。不一定没有人要看，但是可能没有人要信，太好了。我有新的座右铭。对啊。我还是先认真回答一下好了。好，你来回。男生不可以哭，跟女生就应该温柔。其实我自己也觉得很难选我觉得两个都蛮糟糕的。就是第一个是剥夺你一种表达情绪的方式，然后我觉得其实这点至少我自己在成长过程中没有，我自己好像还好，但是我感觉我一些男性朋友好像因为这样子就被剥夺了。他不只是剥夺他可以用哭来宣泄情绪的方式，他同时也是会感觉我觉得好像会让一些男生就是没办法去认识自己的情绪，就是对自己的情绪是没有办法有很细微的觉察或是认识的。然后也因为这样子，我觉得有一些男生蛮不会理解或同理别人的情绪，因为他就已经不认识自己的了。对，我觉得这件事情对整个社会的影响是蛮负面的。不知道会不会让你想到也有类似的经验？没有，我真的想到一点是，我小学的时候跟男生打架，他就哭了。所以我不知道，我很少观察，我以前很少观察周围发生了什么事情。然后我印象都是，我唯一比较惊讶的就是，因为我小学是在天龙国念的，然后那个时候就是我们女生可能就是会就是普通的相处之间可能会啪的一下打男生的手臂，然后基本上男生都不会回手的。然后一直到我中部去念那种住宿学校的森林中学的时候，发现男生是会回手的那一瞬间，我很震惊。你认知中的，然后才改掉这个，对，我的认知被改变了，然后才改掉这个习惯。对。那你觉得站在有性别意识的角度来看，你觉得会回手有比较好吗？你说会回手会比较好吗？就是我感觉好像不回手的这个约定成俗的习惯，某种程度上就是因为我觉得很多时候都会说什么男生就是不能打女生，或是什么男生就应该让女生，觉得有时候好像会有一点强化了女性是弱者的这个刻板印象。好，我不知道呢。我想一下哦。唐突问了很奇怪的问题，我也蛮想知道观众的想法。可能我不觉得男生有特别表达出他不可以哭的部分而已吧。就是比如说我吵架，我也不会哭。对。然后所以我不知道，就是有人会在男生难过的时候，然后突然跟他说你哭什么哭，然后啪打他一下，那个比较像是家里的问题吧。对啊，我觉得那是家里的问题，比较不像是社会上的，就是我在社会上比较没有感受到男生不可以哭这件事情。对。不回手也是照打，总要树立女生是弱者的形象。我不知道可是我可以补充一下刚刚讲说跟男生打架的细节，其实没有真的打起来，就是我那时候就是一个好管闲事的只小朋友。
然后那时候就跟一个女生就是在交朋友的路上，然后那女生就可能在那种公益课，然后那个男生可能就喜欢她还干嘛，然后就拿那个钳子去夹人家的头发，然后想要引起她的注意，然后我就多管闲事的去管人家，我说你不可以这样，然后就这个吵架就延续到后面。打扫时间，然后我已经忘记中间发生什么事了。就是总而言之，他就踩我的那个午安枕，然后我就很生气，然后我就踩他便当盒，然后他便当盒就扁掉了。铁的吗？然后他就哭了。然后当天那个他家长还打了电话来说：“哦，好啊，这有刻板印象。”他说：“你女生怎么可以这样？”那个他父母是景美的老师哈。景美女中的老师，你们女生会这样？然后我那时候有被吓一跳，但我妖怪大人没有骂我，对啊，就他没有骂我，但哇，我觉得这个直接回到我们的问题，好像就是在要求你一定要温柔，女生怎么可以踩别人便当盒？可是我怎么讲，我没有。可能我的问题比较偏向别的，就是没有说你一定要温柔什么的。对啊，虽然就是可能就翻个白眼，然后再加上我非常自我中心的性格，我不太在乎别人的意见。很好，我也觉得自我中心，至少我自己还蛮希望我可以更自我中心一点的。对，对啊，不把性别去掉的话，都不要去打人碰人是对啦。可是那个时候就是小学生去打人家，那个是一个风潮啊，对啊，就是一个习惯啊，就是那种哎呦你怎么这样啦，然后啪你就打上去了，对。然后就但是那个时候才把它改掉，就是同学会打回来，所以才把它改掉。发现人类是会还手的，对。对，是会还手的。至少在我的，但我不是想要打他，我只是在学习模仿其他人类正在做的事情。对，我觉得小朋友都会有这个过程，难免的。对呀。大家都在比打理，对，女生打很那个，可是其实中学的时候的互相相处更糟糕啊。中学，因为那时候开始那个第二性征就会发展啊，对，有一些是会比较那个时候会更糟。对。对啊。好，结果我还没选好我的答案。好，你说你的答案。我还在想，所以你没有被讲过。那你觉得社会上你有遇到男生有被这样讲过是不是？我是家里没有这样讲，但是我第一任女朋友会讲类似的话。女朋友会讲哦。对，那是以前的，不是现在的，所以他是以前的。你的 X 会讲。对。然后就会觉得这你怎么会这样想？他是在什么情境下讲？看电影完之后没有，不是那一种就是在那种起争执的时候，或者是我已经是。就是自己也是有不好的情绪的时候，然后被这样讲就会觉得靠腰啊。起争执的时候哭了吗？对，然后就是会被对，而且会被说有些地方很娘之类的，对。但我就蛮不喜欢这种性别刻板印象的，我觉得这是个坏文明 ，bad。对。但就是价值观不同啦。对啊，我觉得是价值观不同，这没有办法。对，因为我觉得社会上其实有很多数的人还是习惯在跟着或多或少的性别刻板印象，在跟着这些刻板印象在生活的。对，女生就该温柔，我觉得也是很多时候喜欢讲这种话的人，其实都是想要强迫你做某些你不一定想做的事，比如说就是叫女生要体谅其他人的情绪。或是要先让别人，其实我觉得这两件事本质上是差不多的。完了，结果我自己也选不出哪个比较糟。哪个比较糟？
好，我可以发表一下我对男生哭了的感想。请说。就是假如说我把人家惹哭了，我会非常高兴，因为我赢了。我吵架吵赢了。但我不觉得他哭怎么样，对，我吵架吵赢了。这个也是很赞耶，很赞耶，好赞哦！这感觉跟性别无关吧？只要对方哭了，就除非对方故意哭了，然后不好好讲话，就比如说哭完之后，然后还可以好好沟通，就算是隔着写信纸啊，或者是隔着手机，然后把事情摊开来打一长串讲都好。因为我觉得就是不能哭了，就说你把就是什么，就是觉得自己很可怜，然后就要开情勒这样子的话就。有些人会故意先哭那种哭就不可以，对，没错，先哭先赢是不可以的。对，那个也是欠揍。对，然后我不会被女生就是要温柔绑架，但是我觉得这种想法比较偏向是怎么讲呢？可能偏向是我小时候因为一度跟女生没有玩得很来，会觉得当男生好像比较好哦，因为可以跟男生当buddy，他们会觉得他们会排斥女生想要跟他们混在一起玩。可是因为我觉得女生比较多小圈圈，对，我比较没有那么喜欢小圈圈。对，就曾经不是气质幽灵的时候，我也是一个会想要就是到处去玩耍的了。活泼生物。对。哦，对。对啊。我也觉得很多时候有些人会想要强加女生就应该很文静的这个刻板印象。对啊。可是我很快就瞬间变成室内派。因为外面太恐怖了嘛。太热了。不是就是后来整个性格有点扭转之类的吧。不然我以前是很小的时候，是下课时间都会冲出去玩那种。对啊。男生有很多小圈圈吗？你们不懂女生小圈圈是怎么多小圈圈。之前我之前在跟朋友在跟我抱怨小圈圈的事情的时候，我都把他们称为女高群，就是他们已经不是女高的年纪了，但我还是称他们女高群。为什么呢？比如说一个群里面有9个人，然后他们分别有各种排列组合的小群组。好麻烦。就是在大群底下有 N 个小群组，有没有？天哪。这就是小圈圈令人没有办法理解的文化，然后我都跟不上，我每次都要问，所以最近发生什么事情，然后再吃瓜这样子。对，没错。你都直接在大群问吗？没有，当然就是跟最熟的那个就问说，所以最近你们发生了什么事吗？感觉大群问也太刺激了。9个人有11个小圈圈。好，我数学不好，我就不参与这个计算的部分。不止啊，就各种，就有时候可能只踢1个人，或其中的2个人或3个人一个群组。这样的话应该要有2的9次方减9个，因为自己一个人都不用。好，算了，我们不要，要再减。好，没事，不要纠结这个数学问题。好吧，那我的答案就是我选不出来，我觉得2个一样糟。就尽量不要啦。我觉得这种问题就比较像是那种什么，女生不可以玩机器人之类的。真的。对啊。以前的人好像都觉得理所当然，但是现在比较进步了，想一想就会觉得对啊，现在家长会比较好一点。对，我觉得有现在有发现，就是喜欢机械的，那叫什么？台语叫囡仔姐、囡仔兄，但是中文不知道叫什么。我发现一件很有趣的事，这个也是超唐突，就是乱聊，就是因为我们知道那个台湾的中文跟中国的中文有一些用词蛮不一样的。对我在台湾的中文从来没有听过小孩兄、小孩姐，或是小孩哥、小孩姐，但是我知道台语本来就有讲囡仔兄、囡仔姐，但是我在被迫看到那个中国的短影音的时候，发现他们居然会讲那个小孩哥小孩姐，就发现怎么会
怎么会有一样的说法？对，没事，我讲完了。哦，我觉得那种比较像是前面一个形容词，然后后面一个称谓的那种用法。哦，这个在其他地方也常见吗？没有，就是他们习惯给人家这样，就是叉叉姐、叉叉哥这样给人家取绰号。哦，就是我觉得跟你提的那个意思是不一样的。哦，原来如此，只是最后看起来像而已，但过程不同。对，最后看起来像，但意思是不太一样的。啊，原来如此，原来如此。哦对，总之就是现在我觉得是在讨论男生的部分呢，所以火蛇有觉得男生的小圈圈，或者是交友模式有受性别影响吗？哇，我觉得这题很难，因为我自己其实从小到大都没有跟男生混得很好，我觉得也是个性的关系，就是我比较没有一些传统男性的气质，我从小就蛮阴柔的，对，所以我好像反而是跟女生混得比较熟，但是我不会被卷入小圈圈之中，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可能他们还是觉得我是男生，对啊，对，好可惜没有玩到小圈圈的部分，没有玩到男生小圈圈的部分。我知道男生糟糕的话有很糟啦，就是我刚刚讲有住宿学校嘛，就是那个时候我可以跟大家讲一下创意，就是那时候因为我们会去念住宿学校的中学生，大部分不是很怪，就是家里大部分都是家里没时间管，或者是有点怪，然后反正总而言之大家都很怪。好的。所以最怪的那个人会被霸凌。哦。然后男生女生都会被霸凌，然后有就是风格不太一样。然后至今我觉得最有创意的就是有一组学妹。然后他们霸凌的方式是把人罩上白色的床单，然后把衣架折成就是那个一条的那种，然后沾颜料打。哈，充满了创意。最后就会拿到一张那个有很多线条的就被辅导了。不过应该后来就转学了吧？但我就觉得这是哪里来的创意？对。那男生就比较直接，男生被打那个比较可惜一点，因为那时候真的大家都还太小了，是那种有一点过动的小孩。然后就是那种上课会突然站起来跟老师说话那种，然后老师也觉得很烦这样，然后我们也会觉得很烦。虽然我们也没在上课，说实在。可是小时候就是会特别看到最不一样的人。对，所以他那个是后来好像听说被堵在洗衣房被打，被洗衣板打。对啊，所以蛮可怕啊。沾颜料什么怪招？对啊，就是非常的行为艺术。该不会是想说什么被老师问话的时候可以说没有啊，我们在做行动艺术。我不知道，反正就基本上住宿学校比较孤立比较严重的就是没有人跟他一起吃饭啦。这感觉电影都还有一起行动。对啊。男生拉小圈圈感觉是要跟对方火拼，是这样子吗？可能是哦。可是怎么讲，最怪的人被霸凌，其中有一个我觉得也不能说他无辜哦，因为我们浴室是共用的，然后排队就是有分就是几个人用某一间嘛，然后其中有个被霸凌的学姐是，她会在浴室里面上厕所。这个不行吧？而且不是上普通的厕所，还是上大号。这不行啦！而且还不清。这个应该会为了他设一个标语吧？对，然后或者是把卫生棉贴在墙上之类，反正总而言之就是，然后另外一个同班人被那个就是他衣服都带回家洗。所以就会很臭，对。就没有办法。可是其实我们有投币洗衣机啊，所以就觉得这样就真的很怪。对，所以我们真的很多怪人。你说男生宿舍很常遇到有人在里面大便吗？我以为是说男生宿舍遇到有人在墙还是被打，还是火拼。但是颜料跟衣架当然是自己自备的，怎么会有铁棍的？宿舍又没有铁棍，我们那时候被关在学校里2个礼拜才能出去一次。那在宿舍里生出铁棍要蛮有创意的，我不知道哪里可以生出来，要想一下。大便侠的名字很烦。大便侠太烦了。
走廊又走进廊嘞，不是，这是什么行为艺术？行为艺术吗？这也是行为艺术吗？我的天，有点臭的行为艺术。好啦，感觉很艺术啦。不要被我遇到，我就没差，反正没有遇到，好语无伦次了。好，我这辈子最接近男生小圈圈的一个人生阶段，应该是高中，那时候是读男校，然后我们。我不知道，我没有感觉到很多小圈圈，因为我是肥宅组的，然后肥宅就是会聚在一起。我说肥宅就是很爱看日系的 ACG， 然后可能看一些比较男性凝视的作品居多，不会看太杂食，对，所以就没什么好小圈圈的。就是，但我还是很内向，所以我也不太参与讨论，但是我就会蹲在旁边，然后听他们聊他们喜欢的作品，大概是这样。那我不知道那些帅潮有没有小圈圈，这个我就不知道了。其实仔仔也会有小圈圈啊，但也是会。对。但我不知道，我是没有听过，就是因为吃的作品不一样就会互相不对，我有听过，因为站的 CP 不一样，或是吃的作品不一样就打起来了，好像有会吵架，会吵架，标错也会吵架。你说那个攻受顺序不一样也会吵架？对，也会吵架。我都很点点，还好我不会参与这些战争的部分，我就看我的猫猫最可爱是被偷衣服，我有听说被偷零食的，偷零食是一定会的。那时候对，偷零食是一定会的吗？真假？我那时候是被光明正大吃零食，我就生气，不可以吃我的东西，其他都还好。我对我食物有重大保护欲望。对，我觉得护食男生好像也普遍被不知道，我遇到的男生好像都被教育的不能护食，就是互相吃零食好像是理所当然的事。女生好像没有一定要，没有分享跟人家来走过来，然后跟你很自来熟是中国用语嘛，反正很会装熟的人，自以为对，很自以为会装熟的人，然后跑来吃你的零食。那我当然就生气啊！对，这个我也会。哇，我要再分享一个美好的高中回忆。这高中回忆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但是我有一个同学，就叫同学 A 好了，他超爱乱喝别人饮料。然后我有一个同学 B， 同学 B 就是他的饮料就是那种纸盒装的饮料，然后插一个吸管，然后喝一喝不一定有喝完，然后都会乱放，然后可能放什么3个礼拜没丢。有一天同学 A 就喝到了同学 B 放了3个礼拜的牛奶，然后他喝了马上皱眉说这味道怎么怪怪，然后同学 B 就说啊，那是我3个礼拜前的。好赞哦，这个故事很疗愈耶，很疗愈哦。伊藤绿茶说这个畜生不喝点泻药是不是不怕？我觉得那个放3个礼拜的牛奶应该算泻药了。对，天然的泻药啊。对，好，太好了。那我们再来转看有什么问题好了。好吧。什么硕鼠无使我离，这是什么？就是那个诗经的那个后面是什么？我有点忘记了。哇，太博学了。也没有，我那时候我很喜欢诗经。好酷哦！啊，这是什么意思？很大只的老鼠，请不要不要吃我的东西啊！这好像是有讲。硕鼠我这个我不太熟哇，就是算是在好像后来解释有在讲会讽刺那个，就是我奉养你，然后你不要把我的所有东西都偷走这样子之类的。对，无食我黍。哦，是黍，那个玉蜀黍的黍。没事。哦，中文不好。就是一种那个时代的，他们那时候没有白米啊，他们那时候吃豆饭跟就有黍之类的。豆饭对，就是他们后来有一些算抄译吗？我不知道，就是后面的有很多译本，就各个朝代。
就那个时候算那个诗经其实比较算歌吧，对啊，就以前可能是一个歌，很文雅的说人家是老鼠。没有啊，直接讲硕鼠，算很文雅。好像也还好。好，哇，我发现这个问题是不是不适合问你啊？哦，对啊，你已经死于台北大空袭了。嗨，我已经死了，我害怕死亡嘛？我觉得啦，这样讲好了，就是我登入人生 online 之后，我现在是违规留在伺服器里面，没有登出这样子。哦啊，我害怕登出吗？不会啊，害怕登出就重新创一个号就好了。嘿，就是这样。哦，你不怕被抓到？对，没办法，被抓到只好再创号就是了。对啊，一个妖怪跟一个幽灵讨论说，我算妖怪吗？好啦，宝箱怪是妖怪没错啦。对。但我会死我会怕我觉得哦，你说你会怕？我想一下哦，我觉得与其害怕死亡，比较怕是死亡之前该做的事情没有做吧？对，没错对，没错。所以我一直比较像这样子，对啊。我所以也会很怕死后的世界没有好吃的，所以我才不是很想，之前非常抗拒去上班，因为我觉得时间很宝贵。哦，随时会被抓到，被 ban 账号。啊，对，懂了。对，为什么要浪费时间？对，但钱好香，就这样，对啊。可能有钱可以让你在剩下的时间过得更快乐，所以好像也是要去拿一下钱。可以让我休息一下。对啊，天哪！对，但我有曾经想过，就是因为有时候会去拜一下那个祖先，然后就是会想一下祖先喜欢吃什么，然后准备他喜欢吃的东西去拜他。这种时候就会想说，如果我有后代的话，我一定要交代他，我一定要让他知道我喜欢喝摩卡，他一定要知道，他最好是每次都带哦。就这样。我觉得很怕他那个不知道我喜欢什么。以后的家训就是、你不怕你那时候已经就是重新创号了吗？那也是收不到啊。总比想喝没得喝好吧。唉，就说不要一直乱烧 iPhone 了，那个都通货膨胀了，还乱烧金子。大家都烧 iPhone， 没有人烧基地台怎么办？哦，好，这个我是不知道啦。这个还好，对啊，没事。不过这样说起来，就应该是蛮类似的，就是与其说害怕死亡，真的是比较怕死之前想做的事没做完，有点不方便。对。如果大家有体验不够，这样有点像你才出新手村就被 BOSS 打死了，然后你就要重新来一次，然后你创号可能捏了3个小时、6个小时，很怕不能，然后你玩了5分钟。对啊，应该是不能读档，每次都要重来，太恐怖了。哦，对，之前好像在推特还是哪里有看过，有人烧那个手枪跟子弹，天哪！哦，治安很不好，是不是？在那边用枪有用吗？可以再杀死一次吗？应该会受伤吧？会痛。对，还是会死啊，灵魂还是会死啊。就比如说那个掉到河里，然后被撕碎啊，什么之类的都有可能。太恐怖了，太恐怖了。我现在开始害怕更多死亡了。我可以开始害怕死亡后的死亡。好，这样下去没完没了，我们还是转下一题。好哦，下次应该要找那个不是幽灵的朋友来问这一题。可能纯收藏，那应该要烧那个吧？什么那个把吗？一整套的那个刀，有没有日本刀？感觉很帅耶。对啊。好。这个我有一点点不懂，粉丝形象是什么意思？是指他们的形象还是我的形象？这个因为我们有开放观众朋友投稿，那这一题是来自观众朋友的，虽然我不知道是谁，因为我没有叫他们留名字，但我想意思应该是有一些 VTuber
会有一个，就是除了自己的形象之外，还会设计一个粉丝的外表。哦，对对对，比如说我的话，我的粉丝有粉丝名叫火种，然后他们的形象应该就是一坨火。哦，昭和草好像就是咸丰草之类的，是咸丰草还是错酱草？反正总而言之就是一种野菜，可以吃。所以他们都是菜。他们是是你说的，不是我说的。他们是你的备用粮食哦。哇，没有。你知道我 Google 昭和草的第一句话就是食用冒号是一种不错的野菜。对啊，那时候就是在找昭有关的字啊。对啊，我就然后昭和草感觉就蛮适合的啊，有点像茼蒿，像山茼蒿啊，山茼蒿很好吃啊，不错不错。那你的粉丝应该也蛮好吃的哦。谢谢。你是菜没错，真的，你讲太有说服力。你说人家很菜，怎么会这样？他这一种很有价值的野菜，不是普通的菜。哇，他的名字甚至就是 Klaus 菜，真的太有说服力了。太有说服力了。好，那我先分享一下好了。我对我的粉丝形象有什么想法，我也不知道就是一坨火吧。你们要变什么形状应该都可以。讲完了。对。哦，就是那种粉丝形象，就是有画粉丝形象之类的嘛。感觉有时候画 fan art 的时候就可以用，就可以有一个代表粉丝的形象，跟主播贴这样子。哦，所以不是咸丰草，反正总而言之就是草啦。哦，不是，也不是那个草。哇，完了，这次是你说的。不是那个草啊。对，好，算了，谁知道哪天草变成贬义词呢？其实我也没想到几年前想不到吧。完了。不是，可是那个标签最一开始是那个群体自己往自己身上贴的，又不是别人贴到他脸上。没有，我出道的时候昭和草还不是贬义词。不是我的错。你们是高级的野菜，不是草。太好了。我不要发钱，所以你们发钱给我啊，之后不是发1万吗？记得那个11捐哈。我11捐，我也需要11捐，我要推行，大家都可以有那个。对啊，我们可以学习基督教11捐。以防大家不知道那是什么，就是你拿到的钱1/10捐给主播，无论如何1/10捐给主播。对，没错，就可以为你赎罪，有没有？我们要来卖赎罪券了吗？好赞哦！帮你消业障哦，民主小草啊。原来如此。好了，反正现在草是一个贬义词。对，总之这个语用已经变成这样了，约定俗成。对。好，那所以你的看法就是他们是高级野菜，不是草，这样子。对，没错。太好了。山茼蒿。希望问这个问题的人有得到答案。对。我还有另一个想法，就是大家想画 fan art 的时候，可以让它多出现。我 OK， 就是一坨火就对了。删除直播预算70%，那我就不播了。播不了啊，本来就没什么预算。对啊，那我直播就直接30%，有没有？合理耶。对啊，少拿70%预算，只能少开70%的台，这不是理所当然的吗？真的耶。11捐不是那个11捐。其实我蛮想要，就是有那个11捐，就是因为那个之前台湾好像没有，那个日本的 Amazon 可以开那个，就是你想要的东西，粉丝抖内，对，然后他们买了，然后会自己寄过来。台湾没有，很可惜耶。我觉得那个超赞的，就是主播可以直接有一个清单，就然后等于是购物车。你们也知道他直接买了确实要的东西，不是拿去花掉这样子。对，我就觉得我也很想要做这种的，我可能就会把那个送礼链接。对啊，就会把想买的书放进去。
然后放一些对啊咖啡。，PC Home 跟 Momo 怎么没有跟上？我就开一堆咖啡胶囊的那个，哎，但是要怪大人已经给我买咖啡胶囊，还是说、我咖啡够喝了？好吧，那是我不够努力。直播这件事情很花钱吗？可能我们活着有钱要花我才有，有钱我才有动力播啊。哦，真的耶，真的耶，就是也算是在工作，也还好啦，反正就会是想要对啊，有钱当然更快乐的播，有没有？的确。但我还没有开过加班台，我是会想要开加班台或减班台嘛。有点难呢，因为我家我有跟大家说，就是火嫂是护理师，然后我在直播的这个地方，同时是他睡觉的地方，所以就会做不到，会做不到。对，因为我不能吵他睡觉，我会害死很多其他人。对，所以我好像没办法。不然我应该会开吧，因为我就喜欢哗众取宠，然后我也蛮乐意被大家虐待的，为了流量。我之前很想要开愿望清单啊，因为之前就是在家工作的时候，有时候很想要开那种各种饮料的那个饮料的愿望清单，请大家帮我买。你是说就是支援你上班的动力这样子？加工的钱没有，就是之前接案，因为我是一个任性的接案人。对，就是我不是有钱就可以随便出卖灵魂的你会挑接案人。对，我会挑，所以就有点穷。有一点坚持这样子。对，但很难啦。有钱可以乱买，还是很快乐的。好吧，我是在想啊，就是如果没有很方便的服务，可以直接有很便利的愿望清单，好像也是可以用土炮的方式啦，就是直接跟大家说，如果你们给我多少钱，我就会拿去干嘛。对，我可以试试。有啊，像我这次就开的是这样，就是讲说我要拿来付那个的钱。那个剪辑的钱说到这个，我已经排好后面的，就除了那个还税于民之外，后面有一个精华2个 shorts 已经排了，排上了，最近会有放，很棒。那我好像也可以开个集资条对啊，可以开一下。好，太好了，那我再来想想怎么敛财。没有啦，就是增加我们的动力，然后跟有时候想要扩散出去啦。就是最近也是在研究演算法啊，还有各种平台的表现啊，然后还有怎么样会让更多人看到我频道啊之类的。对啊，这一定会啊，就是毕竟还是会希望有多一点人来看。我觉得如果是像我们这种喜欢发表看法的人，应该都会希望有更多人来听我们讲话，这是肯定的。怎么讲呢？至少我是这样。我想一下，我其实没有那么在乎，但我会觉得开心。然后比较偏向是，因为比如说，就算我之前只有同阶10几个的时候，10几个或者是个位数的时候，我也还是照常播。我只是大概可能比如说半年或1年内都10几个的时候，会觉得那所以我可能就不能靠这个吃饭了。但我没有很受打击，就是我还是按我计划在播。然后现在变多了，当然比较好。我就觉得说，那就是有一个成就感。他现在比较偏向，因为毕竟就是开工作了，然后就可以比较放松的把它当成兴趣去经营。对啊，但还是兴趣很多钱。对啊，有蛮多层面会花到钱。对，集资那你想要集资什么东西？有人问了。哇，这个我觉得大家听了可能会有点觉得意想不到，但是我觉得什么？这其实在开播前有偷偷跟千招聊到一点，就是我会帮自己剪片，但是帮自己剪片没有薪水，有时候会觉得有点痛苦。对，所以你也想要，我也想要集资剪辑费，只是不知道是我自己剪还是我其实也很想外包出去其实很多时候会想。没有，可是如果你要求很多的话，你要么就把你要求写很清楚，要么就你自己赚那个钱，对啊。对啊，这个真的是会蛮难决定的。看你咯。
对啊，我也觉得我对啊要求很多，会想要自己掌控。有啦，比如说像我就讲自己号，然后色号选哪一个，然后直接把我做的框给他。哦，对，我也会希望，如果可以委托到跟我用一样软体的，我就会直接把那个模板直接丢给他。我没有问他用什么软体，但就是模板都给他。对啊，反正他就是要想办法用就好。对啊。好啦，也许我真的可以试着，如果我剪辑的部分还是想要自己剪，我至少字幕也可以委托给别人，因为 AI 上字幕有时候品质上中文的不太好，然后台语的目前没有转成文字稿的，但是没有自己切时间点的，所以这个也蛮想委托别人。有啊，我最近订了一个订阅，然后是大概如果你订1年的话是$10，然后订1个月的话是$20，然后丢上去它可以有那个升 SRT 跟 TXT 跟各种出来，然后然后我都就是让它生出来之后，然后再把它丢到 Cloudy 上面，然后让它帮我说我精华的建议哪几段，然后我要比较有爆点什么之类的，然后再请他整理成笔记，然后放在我的官网上，然后还有叫他打时间轴也放在我官网上，放在我 YouTube 频道上，所以我 YouTube 终于有时间轴可以标了。虽然说这样子种种还是需要1个多小时，但整体来说比以前无望的不知道多久才可以弄好，已经好很多了。可以把那个网站分享给你。这个好赞哦，这个好赞。对，你可以考虑看看。好耶，好耶，感谢分享。好，那我们再来转看其他问题吧。就不能来点更恐怖的吗？对，这其实也蛮多钱的。我最近才在说，妖怪大人问我说：“哦，所以你 GPT 有订吗？”对，我有订，然后我还有订 Cloudy， 这样就$40了。哇，每个月？对啊，还有 Adobe 要1000。哦，那加起来是很贵。对，很多钱。我刚好像不自觉骂脏话，应该没有听到吧？没事，应该没有。每个月那个 Adobe 跟我收保护费的时候，都会觉得我已经缴了，好，我要多剪一点片。好人生平安，火蛇又可以多活一天。哇，有人让我多活1天了，谢谢，恭喜！谢谢猫猫可爱的600元，委托我剪我自己的片，我的梦想实现了。谢谢。好，好，那请问你有观察到？我想请说。我待会下播的时候可以问你怎么把那个条子设上去吗？可以，没问题。因为我设了好几次都没有成功。没问题。好，那你有观察到哪些常见的厌女行为吗？我最近看到的，那个在那个就是最近好像有政策说什么要让大家联谊，就是那个什么会计师、医师，然后什么老师之类的联谊，然后大家就在骂，就讲说都什么年代还联谊相亲这样子，然后结果我在底下看到有一个。就是说，他就直接说，应该要先改善大家的厌男行为吧。然后就想说，我觉得有些人搞不清楚，那不就是厌女行为吗？你在说什么？我觉得男生做一些不对的事被讨厌不叫厌男，要想一下。对，什么叫厌男？厌是有啦，我们那天讨论新闻的时候确实有厌男这个名词，但是你今天就是在这个铺底下特意说要女生不要有厌男行为，这个就是厌女行为。的确。我自己观察到的，不知道算不算啦，就是因为厌女的定义。
我看到也是蛮多种不同的语用的，对。我自己比较会直接想到的就是比较广泛的任何对女性的仇恨或者是偏见，或者是加强这个性别不平等的现状的感觉，在我的语用上都算。对，然后那就是那个喝星巴克，然后用超过1片卫生棉，就很拜金，买85度 C。我就想说，我蛋糕的标准是200到300，200到400一块的那种法式甜点店，你在说什么85度 C？ 你认真的吗？星巴克也不对啊，星巴克是无可奈何的选择。我看你是没去过独立咖啡店哦。对啊，你没有去过独立咖啡店吗？独立咖啡店也是200-300起跳啊，或者180以上，150以上。随便都150以上，星巴克还有100多块的吧？咖啡吗？有啊。对啊，对，那个就是我不知道，我觉得蛮聪明的，会觉得那个星巴克或者是85度 C 的蛋糕很贵，是真的是对蛋糕没什么要求哎。没有，可是我也有遇过，怎么讲？可能感觉上觉得不想花这个钱的男生哦，就是有那种初见面的约会，然后选卤肉饭店的，我已经要求很低了。我那时候说，不然我们去那个叫什么 IKEA 的餐厅哦，不贵。对啊 ，IKEA 餐厅不贵吧？以那个，然后他把它降等到卤肉饭，不是我觉得是。有时候不是也不是要吃你的钱，就只是对啊，第一次见面就选个有个气氛的，对啊，就是有冷气，然后饮料无限畅饮，不好吗？不是要歧视卤肉饭，不是这个意思，只是对啊，那个场所没有很适合慢慢聊天。卤肉饭是我跟熟人朋友今天约说这一家是卤肉饭名店，我跟他走路去吃。这个才是，或者是某家名店什么很好吃，然后去的，然后那个是我真的很想去吃，然后吃完就走了，没有要跟你聊天。因为卤肉饭是那种，烦死了。我觉得还是没有搞清楚约会的重点呢。约会的重点就是他可以好好的交流。对啊，对，他可能就觉得这样很多钱吧。我觉得这当然也不算厌女行为，但就是那种难以接受的省，可能有点价值观不合。哦，好像比较像价值观不合。那个月经贫穷嘛，对，月经贫穷就真的是，对我们的关系还没有好到可以吃卤肉饭。我觉得那个一天不能换超过1片卫生棉，那个是真的蛮好笑的，就是对了，那个月卫生棉真的是那个也没花你的钱，而且你的第一个想法不是应该是为什么卫生棉那么贵吗？为什么是叫人家不准用？你是有过月经是不是？我个人浅见，对，就觉得蛮好笑的，对。你总说价值观不合，也没有一定要他请啊，只是对，就这真的比较偏向价值观不合啦。就是对我来说，好吃的卤肉饭是跟朋友去吃的，或者比如说像我之前跟大家分享一下，228纪念馆有时候都会办一些那个人权影片可以免费看，人权电影。然后那时候我跟朋友就去那里吃，然后那里有好吃的东西，在一中那因为它就在一中旁边，然后那个一中的那个冰50块的那个3种料的饼，3种还是4种料的饼，然后它的冰跟糖可以无限续，然后旁边有一家那种清汤拌面吗？还是什么？反正就是有一家面店也很好吃。对，我觉得那种我不是不吃那种东西，或者是那个就很好吃，可是它就是不适合在某些时间点做。对，然后甚至比如说，你今天要约我就是初次见面的人，初次要见面的
人还不太熟，然后要约在喜欢的店，我可能都会有点犹豫，因为我不希望就是发生了什么意外，让我以后来这家店都会想到对，不开心的事情。对，真的会，真的会。对，有时候喜欢的店真的是要确定是够好的朋友才愿意跟他去。对啊，没错。我自己觉得我比较常观察到的厌女行为，可能是我还是觉得很多时候就是我想一下怎么讲。我觉得我的聊天室同温层很厚啦，但是我在现实生活中遇到的人还是比较普罗大众一点，就比较思想上比较会跟着一些那个叫什么呢？刻板印象或是父权传统。对，那总之就是我觉得很多时候好像有一些人都会觉得女性可以拿自己的应该拿自己的身体或是姿色当成跟男人交易的筹码。就比如说有时候会看到一些人会希望自己的后代嘛，对，有些人会希望自己的女儿就是不要太做自己想做的事，然后就是去找一个好的伴侣，然后就结婚，然后就有稳定的生活。但我觉得这其实还蛮剥夺，就是作为一个人的，我觉得人存在于世界上的话，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可能就是要做自己想做的事。但我觉得好像有一些家庭教育的氛围，都会想要把那个女性子女不是子女，就是想要把女儿塑造成一个找一个好男人，然后可以生存下去就好的这个状态。对，但我觉得生存跟活着不一样。我家全家大人也希望我结婚。哎呀，但是我不知道我觉得他不只是厌女行为，他是被一贯到网罗之后，整个被犬儒思想绑架。我没有办法接受。对。对啊，而且有时候很多传统价值真的是对那个传宗接代有一个执念呢。对啊。至少我家是。但反正犬妖大人的那个我们家的那个神主牌，他们家的神主牌是我继承的了，所以他也不能，他也不能说什么啊，反正就是我继承了，不然要怎么办？不然也没办法了。对啊。这个也是，就是长辈会说要找个女的，找个女朋友之类的。对，就好像有点物化吧，就直接把女性当成一个说要找就找的啊，不是人家要你哦。有时候都会感觉到有蛮多这一类的言论。对啊。对啊。会被延上，不是觉得说促进男女交往以及婚姻不等于生育。对啊，你直接把那个解开好吗？就是女生可以自己用自己的卵子去生小孩这件事情。什么叫冻卵？一定要结婚后然后才能用？没有规定。有，现在有规定。有规定，法律上有规定。对，现在就是我不知道是法律上还是怎么样啊，反正现在实务上好像就是大家冻卵的时候不知道，可是冻卵之后可能才会发现说，目前台湾你要动用那些卵子是要你结婚之后才能去动用的。超怪的。对，就是婚育脱钩啦。对啊，就是为什么一定要结婚？那我之后难道要为了就是要生一个小孩，然后特地请一个人结婚，然后生了再离吗？不是，没有冻卵的情况下也不用结婚也可以生啊。可是那样子的话，就是可能是那种很就是如果不是用那种子宫不那个叫什么试管婴儿的话，当然不结婚也是可以生。对啊，可是试管婴儿不就是可以比较可以严选？的确可以挑选那个想要的。对啊。对，我是觉得蛮不合理的，就是没有冻卵的人可以不结婚就生，那为什么有冻卵就一定要结婚才能生？好像有点瞎啦。
我觉得有点瞎。对，就是对啊，对，有点像很久之前聊到的，就是同性恋收养小孩要考试，但是异性恋随便生不用考试哦。就觉得啊，真的假的？哎，考一下，都考一下。说到挑精子，那个Netflix 有个纪录片，讲一个男生，他有疯狂的阿法欲，然后所以他是狂捐旅行各国，对，疯狂乱捐。对，我好像有印象。对，那部很精彩，很 drama， 我没看，大家可以去看。那个主题真的是太有趣了，所以我记得有这。因为那个是夸张到就是同一个社区，然后在幼稚园看到那个小孩会说，哦，他长得很像我的小孩，我靠的程度。天哪！对，就是那种光是发现的就有几百个的那种程度，几千个、几百个，对啊。自以为自己是狮子。哦，真的，幼稚园老师要考试，但是生小孩不用。对呀，就会觉得怪怪的。好。考试概念，而且要考实习。你说应该要拿一个那个婴儿玩偶，然后看你会不会把它弄死。我觉得至少就是你要觉得就是结婚，跟婚姻绑在一起，生小孩跟婚姻要绑在一起的话，那你就要有自觉，就是爸爸可以一个人顾小孩。就是现在台湾的，就是或整个亚洲的女性都还是女生在顾小孩啊。但我那时候出国去欧洲玩，有超多那种，我那时候遇到一个爸爸，然后我在厌世的登山。因为我平常不出门，然后所以登山很累，然后他就推着那个婴儿车爬上去，对，然后可能路上也看到很多男生在推婴儿车出来散步什么的，可是在台湾这个场景可能就不常见吧，就算看到男生推婴儿车，也可能是男生在后面推婴儿车，然后妈妈手上抱一个这样子，就不是单独出现的那种感觉。哇，我觉得你提到一个让我觉得还蛮重要的，就是标准要一致。就是我说的标准要一致，就是有点像，就好像你在推任何的政策的时候，你逻辑要一贯吧。就是如果社会实际上就是可能有80%或90%的养小孩责任都在女性身上的时候，或是通常有80%、90%的照顾小孩的事情都落在女性身上的话，那是不是其实就代表女性完全可以独立抚养小孩？就是那个男性的功用好像没那么大，那好像就应该真的是不需要结婚也要能生就是逻辑要一贯，不然会觉得很不舒服。至少我是这样。对。不婚不生，幸福一生。有些人应该是真的这样觉得。这本来就是个人选择啊，但是很多时候家庭好像都会觉得就一定要。对，这个就是有一点繁殖欲望，还没有摆脱繁殖欲望。那是那个梗图嘛？果然还是为了繁殖吗？Jason 说那个连投票都要考试这件事情。对啊。我知道好像日本的投票是你要能正确写出候选人的名字才算票的。我觉得蛮有趣的。那个一斗那个问题在于他乱捐的情况下，很容易让有不知道他们是兄弟姐妹的人谈恋爱，因为他那个数量太扯了，是不是？对，那个数量太扯了。而且有时候那个是呈现，就是光是一个国家就可能有10几20个，然后可能在同个社区会遇到，然后你基本上就是，然后就是人类他们的基因会有那种对你的血亲有一点好感的那种，然后如果他把那个弄错的话，对。对，原来是这么复杂的。这个蛮妙的。对啊。然后投票就没有啊，我觉得比起多考试，那不如应该要落实公民教育吧。
的确的确，这才是真正要的。真正的公民教育，应该整个教育都有一点点问题啦，但就只能慢慢改。对啊，的确很困难啦，有时候觉得蛮无力的，但也没办法。总是有人喜欢跟我表哥表姐，在古代的时候，表哥表姐是可以结婚的以前没有那么多优生学知识，不会限制、他们只有亲生的不可以结，但表的可以结。以前，好像很多不同的地方都是这样子。对呀。但后来其实就是考虑到对啦优生学，没错。我觉得表哥跟表哥在一起，我不会，或表姐或跟表姐在一起是可以的。对，因为优生学的前提是生，不生的话好像真的是。对啊，或者是你们真的要在一起不生的话，其实也没关系啊。我自己也是这样，就只是有一点违反那个社会风俗，但只要是自愿的话，我是觉得可以。但我觉得重点就是自愿，对，然后没有害到其他人，就没什么好讲。对。那为什么要生的话不行嘞？因为会害到被生下来的那个人，就是对，就是优生学会害到被生出来的那个小孩，所以生的话不行，你会害到其他人，不然就没什么不行啦。对啊，那个一个人只能在一个国家生6个，是有规定的，可以去看那个片，对，有规定的。只是不知道为什么他那么想，一个国家只能生6个，而且好像是什么全世界只能生6个还是什么之类的，我有点忘记了，但我印象中好像就是有一个固定的数字，他就是想要建立他想要当亚当啦所以他是绕过了某种限制，然后狂捐。没有，他可能假如说你填一些假资料，或者是你在同一个国家多次捐，然后那个资讯没有共享的话，大家是不知道的就是你签切决书是签了，没错，但是你连没被发现之前，人家怎么知道？对啊，的确，哇，真的是没有近亲相爱的，有一些问题在于权利不对等跟那个未成年之前的那个性骚扰有一些关系。对，在二次元很香的点，在现实中会是法律问题。对，对，就是那个冰岛有那个 APP 好酷哦，居然有这种事。对啊，而且我觉得冰岛很棒，冰岛不就跟苗栗国差不多人口嘛？冰岛他们对，然后冰岛他们那个小孩是生下来之后政府养到大那种。对啊，好赞哦！所以如果好啊，你就出这个政策，然后让女生可以自己生。对，他们女生好像也是可以自己生的吧？就是他们没有在管你有没有结婚的。对啊，好酷哦！我感觉婚育脱钩还是比较，我不知道啦，可能有点偏颇，但我觉得是进步的象征。我不知道，如果我有觉得我很偏颇的人可以发表意见。那如果同温层很厚，那就很厚。我觉得不会偏颇。对，因为在我自己怎么想都觉得没有道理不这么做。应该说就是你要怎么定义结婚这件事情，因为我之前为了写东西有研究那个各国的那个推行那个伴侣嘛，或者是多元成家多元成家，我想起来那个名词了。我有研究过多元成家，然后除了有一些就是比如说荷兰的同居事实，就算是事实婚这样子之外的，然后可能更进步一点的就是签那种有法律效益的朋友，或者是有婚姻或者是超过一个人以上的婚姻，或者是各种不同形态要保留婚姻但不是婚姻关系，就是没有性关系了，但还是保留婚姻，还是家庭关系这样子。对，我那时候的预设是，假如说台湾这个法律没过，但台湾人有想做这件事情的话，最有可能的原因就是他们在结婚的时候一起买了个房子，一起付了头期款，可能就不想，可能离婚就很麻烦然后也没有讨厌彼此，然后也觉得对方是一个适合生活的对象，只是没有
爱情这样子，那爱情就是可以另外分出来的。是，我觉得是这样。对，有道理。哇，好，那我觉得我现在有一个新的想法了，就是感觉好像提供多一点选择，通常都是比较进步的。就是你让家庭可以用更多元的方式组成，也不妨碍你就是想要一男一女的这种比较传统的关系，所以确实是比较进步吧，我是这样觉得。对，家属制度就算是朋友们在一起，然后可能签家属这样子。然后伴侣的话，可能就是没有到结婚的程度，但一起同居的话就可以伴侣。有，我突然想到，因为其实最初婚姻，我觉得目前用的婚姻制1对1比较像以前的欧洲贵族吧。就是保证财产合一，但可以在外面玩，然后保证婚生子权利。私生子的贵族可能只能去学着当骑士这样子。对。哇，这个也是让我突然想到，也跟 Jason 讲的有点关系，就是因为火嫂是护理师，然后他在工作的时候确实也会遇到过，就是有一些人，他实际上的照护者，就是实际上会出现在他身边的人，跟他不是婚姻关系，他可能另外有婚姻关系，但是因为一些原因，我本来没想过可能是什么原因，但是刚刚千昭有提到一些可能的原因，他没有结束原本的婚姻关系，但是实际上跟他在一起生活的，或是跟他有爱情关系的又是另一个人，然后这时候他没有办法帮他签任何的放弃急救或是什么手术同意书，这件事情其实蛮麻烦的，所以我也觉得真的是就是对婚姻以外的家庭关系，或是其他国家的有法律效力的朋友这种制度一个很重要的地方。对啊对，被互加盟抹成多批成家，就是因为他们满脑子是多批，才会只想到多批成家也没有不行啊，只要他们同意就好啦。对，况且没有不行，就是又不是对啊，我都想说是怎样，就是说什么路上有同性恋可以结婚，我要怎么教小孩？我就想说不是啊，你本来就也不太会教小孩，不然一夫一妻制不就是同时有一个丈夫一个妻子吗？是这样哦。好像是这样，没错啊，不是，对啊，就我不知道就是我觉得蛮瞎的啦。对，我不是说一夫一妻制蛮瞎的，我是说别人要一夫一妻也爱不着你，关你屁事。对啊，对，然后有同性恋你不会教小孩，那应该是你的问题，是你不会教对啊，有人拿着枪逼你多批嘛，就像直男一直害怕有人 gay 喜欢你。那如果他在你不同意的情况下出手，你可以告他，那本来就可以好吗？对啊，对啊。怎样？怕会爱上他吗？那你就爱上他又没关系，反正合法了，可以结婚。真的是。对，蛮好笑的。对啊，gay 圈多竞争。你以为人家觊觎你的那个吗？遍地飘零，人家是觊觎你那个，不是那个，是1不是0。是没对啊，对啊，一个家庭可以改变超多。对啊，直男不知道为什么都预设自己是0，没有，他们是想要直男当1，好吗？他们觉得直男更有男性特质。我觉得会有这种奇怪的印象，就是因为不够认识，就是 gay 群体，就是对才有奇怪的想象，所以其实根本就是一池零在那边。一池零，这个我没听过，这个蛮好笑的。有啊，一池零啊，遍地飘零啊，跟什么难分难舍，知难而上。好。知难而上对啊，就是如果可以就是整个就是一堆人养小孩就很棒。对啊，还有超多爱对呀，真的蛮赞的。对啊，家属制就可以2个自己想生的，然后又不是爱情的女生互相 cover， 这样不是很棒吗？对啊，我觉得有时候会对这种新的制度感到恐惧，就只是单纯想象力不足，没办法想到它会有什么好事。我是这样觉得啦。好，我们来转最后一个问题好了。
好啊，希望它可以很辛辣，还是我们要强迫中奖？你可以挑一个。你可以挑一个很辛辣的，随便。那我挑一个好了啦。好，你我挑一个我私心想问的。好。好。我直接单独给他。太好了，是我最喜欢的强迫中奖。硬要有这个仪式感。你觉得？哎呀，忘记我打了什么字。你觉得支持统一的人应该被公开谴责吗？支持统一的人应该被公开谴责吗？好恐怖的问题。我想一下。我觉得倒不用公开谴责，因为太平洋又没有加盖。哎呦，不是，就是不是支持统一，是那个可以，那个可以。不是，就是你为什么？对哦，我支持美国统一啊！那个所以上面有一个那个美国统促党，我要加入。哦，你觉得跟美国统一？你觉得可以？我支持跟美国统一。我要公开发表政见，我们应该要跟美国统一。跟中国统一，我们的民主制度又不一样。你看他们联邦制度，一个州就是一个小国家。的确，法理上是这样子的。对啊。那我们跟美国统一不是刚好吗？我们就台湾的新法律直接对大法，就是他们的主法律这样子。为什么要去被那个被专制还要翻墙？以后不能翻墙怎么办？好吧，以后一定要翻墙怎么办？但是翻墙还是犯法呢，翻那边的法。你们看这些黄油，那些黄油，你想统一？你就不能玩黄油了，对，你就不能看 A 片了，在那边，你连推特肉账都不能看，应该不能吧？你根本没有办法看推特吧？对啊，你根本没有办法看啊，你就被锁在那个，锁在里面。不是啊，你好，不然你这样子好了，你支持跟中国统一的人发表我这辈子只跟人家做脖子以上的亲密行为。哦，对，他们这个你应该很有感觉，这个有多恐怖？对，真的是在说什么？他们搞不好你知道？我觉得这件事情有一个很大的这算是比较严肃又比较成人的话题，就是其实光是亚洲社会。没有在公开讨论性行为这件事情，已经让夫妻不是很幸福了。然后你想中国有多不幸福啊？他们这样教的情况下有多不幸福啊？那他们的性平意识是比我们更，我想这也不用多说，对，更糟的，就是我们已经就是好，虽然说看 A 片可能会被 A 片误导，但是你至少知道哪里是正确的，你知道哪里有长什么东西，你知道哪里是正确的真理之门。因为我之前好像看可能是20-30年前的那个，就是有那个新闻报纸，我不知道在哪里看到，反正总而言之就是看到有一个说，就是一个夫妻去看不孕症。然后最后发现是那个男的一直找错洞，而且不是后面的那个，是那个尿道。然后我想说，到底为什么可以？到底为什么？到底为什么可以？为什么？对啊，汤不润没了，好可惜哦。至少有去看医生。对啊，你有看过这新闻？对，就是有这个新闻。然后我那时候就觉得，就是到底是什么？为什么会尿道？不会感染吗？就只能说现在才知道里面没什么神经。不会感染吗？不会感染吗？也就很不舒服，很痛啊。然后有人就觉得是正常的。
哦，他可能就觉得是正常的。然后也是有听说过，就是孩子都结婚了，可能生2个了，可是就是默默的跟朋友讨论，觉得夫妻不是很幸福这样子。的确，真的是，哎，好，我想一下，不然我也回答一下这个问题。好尖锐哦，自己要回答有点紧张。该，对。我说的该不该，不是说法律上能不能规定每个人都一定要谴责他。当然，有些人可能也觉得有必要规定，但我觉得，如果好，我直接说，我觉得大家也知道，我没有希望跟中国统一，对，应该蛮明显的。我觉得如果你也一样不希望的话，那你看到有人支持的时候，可能最好谴责一下他，对，不然对。这也算是舆论战吗？就是我觉得很多不支持统一的人不一定很愿意踊跃的表达立场，但这件事情可能会让整个网络上看起来很像是很多人支持统一，也不是好事。对，而且我觉得，如果你认为中国是一个对我们有敌意的国家的话，那你还允许很多人公开支持统一，好像不太对吧？我觉得，我想一下要怎么说，因为我觉得，因为你用的是公开谴责。你说的公开是你觉得公开是我的意思是说，就是假如说，就是你公审这件事情到底是不是一个同温层之间的行为啊？对，我觉得就是在于做这件事情的效率。对，效率吗？对啊，就是比如说你今天，就比如说像我现在工作的地方，我妖怪大人他们那个阿姨他们，基本上跟舅舅他们基本上都很蓝。另外一边姑姑跟那个叔叔他们也很蓝，大部分都很蓝。然后你知道你没有办法跟他们很认真的在沟通。对，懂了，就是你跟他沟通，他没有用，他那个概念已经锁住了。对，现实中啦，就是你怎么跟他讲？对啊，现实中离开好，那不讲现实中好了。就是今天他来讲这句话，他到底是，就是或者是你看到一个话，然后我觉得顶多去问他说，就像我刚才问的，就是说你要确定。你统一了不能上网哦，你不能再上推特哦，你看的 V 都会被先中止哦，然后你做什么事情都会怎么样哦，你确定吗？这样子，然后可能会怀疑他的智商感人，但就是你说要说支持统一的人怎样吗？然后你真的很认真去跟他讲，我觉得很难。就是你到底要怎么讲是有效的？有时候你举这些例子，他是不能理解的。就是不是去对立，对，不是，就是要怎么样让他可以，就是不要制造更多对立感，因为我觉得那个现在整体的那个对立感已经很重了，然后有时候对立感是安慰自己有用，但你说就是音量上，我觉得音量上是演算法的问题，不是。不是音量够不够的问题，对啊，就是他们也是有说，就是比如说你要怎么，像之前的丑图卡也是去洗异温层，就是你要怎么去跟异温层沟通这件事情。对。我突然想起来，我那时候把这个问题放进来的时候，想到的是像有一些，怎么说呢？跑到中国发展的艺人，然后他们可能就会在什么微博发说支持什么祖国什么的，这也算是支持统一。但有时候会看到这种粉丝就会说不应该谴责他们。我一开始会想到放这个问题进来，主要是想到这种的。对，当然我觉得刚刚的讨论也很有意义。对，那我只突然想到，我一开始是想到这种事情才把它放进来。那对于这种事情的话，我觉得如果是这种的话，如果是你说的这种例子的话，顶多就是表态一下退粉这样子。我觉得可以，我觉得可以这么做，然后我应该也要这么做。对啊，对，比较像退粉，但就是说指责他说你要去赚这个钱，这个钱
全球市场不香吗？哦哦，你要想，就是你要想，你应该要谴责说，为什么台湾的文化部补助还是没有办法像韩国那样把台湾的艺人弄起来？明明以前周杰伦红到中国人写小说里面都是什么青花台，然后什么隐形的翅膀，就是那个时间点的华语歌是台湾最大，但现在没有，那为什么做不起来？然后他们要去吃那个钱，就是实物上去讨论，然后跟去讲说，现在确实他们去赚那个钱是没有结果的。比如说五月天这次可能他们回来之后，那个票可能就卖不好啊之类的，因为北京烤鸭很好吃之类的，是很好吃没错啦。可是你一定要吃北京的北京烤鸭嘛？有那么多那个国民党来台湾也带很多外省人。不然你他们也去美国会做北京的华人街，烤鸭。美国华人街也有嘛？你不要吃台湾的话，对啊，对啊。哦，我觉得我想法跟伊藤绿茶蛮像啦，就是如果他是直接表态支持一个会侵略我们的国家的时候，我不知道这算不算谴责，但是我的确不介意，就是直接说我觉得他是敌人，我是不介意这么说，因为就是我觉得就是，对，这应该不算谴责哦。因为多多少少不懂得的人会被艺人带风向，或是有些人没有意识到这件事情有多严重，就会觉得啊，他表态一下会怎样嘛？我就是觉得会怎样，对，对啊，对，就是我们要怎么去跟他们说。当然，跟同温层的话，我就觉得哦，他怎么贵，他怎么吃相这么难看啊之类的，这种的话，我觉得是可以，就是会说，但是，对，但是就比如说哦，因为我看到公开谴责比较偏向公审，但应该不是公审的意思，好，我觉得都可以，就是我也没有特别限定，因为我觉得公审会有一点没有效果不好，就是有点像网络暴力嘛，然后那个效果不好，只会增加冲突，对啊。我觉得也是，就是如果你做这种事情，反而可能又被贴标签说你在网络暴力人家，有时候也蛮麻烦。就比如说我那个还税于民，然后就有个人在底下留言说，难怪你当3年 V 都不红啊，然后你要什么赚什么钱，你青鸟要赚什么钱，然后我就想说，哦，好哦，是哦。然后我想说，没有，我最近才收到很多抖内，我非常的感恩，我不觉得有什么不好。对啊。你要讲台湾有赚到像什么那个其他国家大 V 那样嘛，也没有啊，但也是赚很多钱嘛。对、啊，你说台湾的顶流的，对啊，就是好没有做到那个程度，但就是，可是我现在做就我自己创作自由啊，然后你来讲这个不痛不痒，关你屁事。就是你有本事你自己上啊，你想要讲就是你可以当一个 V， 然后就说我就是支持黄国昌，可以啊，可以啊，我爱阿贝，看会不会有人掏钱给你，跟大家传教。的确啦，啊，这种会不会被啊？对，还有我觉得就是公开谴责也是言论自由的一种体现方式，就是你今天公开表态支持一个敌国，你会被骂，那个不叫做没有言论自由，那个就是你被骂了，对。然后我觉得有时候我不知道啦，就是我知道，可能千招比较会想的是怎么样可以跟异温层沟通比较有效，然后达到最终想达成的目的。对，我确实也觉得这很重要，然后我其实也不太知道怎么做，对，所以在不知道怎么做的情况下，我至少我到现在为止比较常做的做法就是表达我自己的想法，但我可能不太知道怎么说服听不懂的人，这也的确是一个可以多想一下，然后也想要多研究一下的功课啦。对，我觉得蛮难的。就是我觉得像比如说，大家就是聊天室在说，就是现在算战争状态，可以直接骂的话，我觉得就是可以啦。但是怎么讲？因为我能量不足啊，对，所以我不会把力气主动花在这部分上面。因为我觉得讨厌一个人也蛮需要力气的。的确，就喜欢跟讨厌蛮需要力气的，所以我比较偏向无视跟不管他，或者是想办法去劝一些中立的人这样子。对
啊，那我觉得有道理。那种很像就是讲中国人的话，那个就比较偏向敌人啊。就是你骂敌人，就是你只能说，就是他智商感人，然后让他自己去当中国人，然后不要继续当台湾人。就他们那么大，你去那里工作啊，你去那里，你待在台湾，然后用健保，然后在那边说你要当中国人，你去缴社保啊。对呀、你不要然后你被缴健保了强制收养老金啊！现在中国就被强制收养老金。没有，我觉得要威胁到他们，可能是钱吧，因为台湾人是商人民族海岛国家行商的，所以真的要让他们感觉到，可能真的要是钱的方面受影响。我觉得其实已经有很多觉醒啊，就比如说在比如说我们公司好了，就是在那个蔡英文小英当总统的时候，那时候有一批人就是把钱转回台湾，然后开成那个 OBU 账户，然后基本上中国的情况也是让大家都难移到东南亚的时候，有一些多多少少或者是回台湾，他们多多少少会感觉到中国已经不能那么赚钱了，他们可能并没有再那么倾向中国，但我们这里真的是没办法，因为我家那个妖怪大人 J 他有在中国买工厂买地，就是那里已经缩小了，但还是有在，然后毕竟也是有感情的，就是他有在那里成功过一阵子，所以他可能没有办法完全脱离那个状态，但毕竟就是我觉得上了年纪的人很难改变他们最终在某个时间点固定的想法。真的对，所以可能就是看能不能让就是年轻人脱粉，就比如说去进抖音啊什么之类的，我觉得那个比较实际一点。有道理，我也觉得这是该做的事，这个要想想办法。对啊，对呀。聊一聊，觉得烦恼变多了，但这也是没办法的事。好啦，我们你说726有很多问题吗？好像有蛮多蛮瞎的。没有，我觉得就是其实有很多不同的问题点啦，因为我后来也有去看阿苗的那个分析，就是有一点票深绿的票没有被吹出来，有点可惜啦，对，有点可惜。能煎的朋友还是对啊，会就是大家问就是去能煎就去煎。我是觉得怎么讲，这次已经算很好了，已经有过到3阶段。因为在第一次割阑尾的时候，可能在1阶或2阶就卡住了。对，的确。这次能做到3阶，然后直接投票就很棒。投票通知单直接被投，对，就是还是对，确实有很多问题。然后比如说像我家妖怪大人，可能也以他们接收到的讯息来讲，也其实没有很清楚发生什么事。对，我身边的长辈也是没有很清楚到底在干嘛。台湾人政治冷感啊，大家都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对啊，但是为什么会政治冷感呢？这也是历史因素，所以这件事情其实超政治的。对啊，可能政治热感的人也被杀掉一堆了，所以是的。对啊，是的。然后整个教育又没有在提倡公民参与的部分。真的。对啊，然后有一堆人，我那时候在开始公民参与的时候，会发现有很多人卡在温良恭俭让的留在学校里，然后开一个小沙龙，然后讨论说为什么要去学运，发生了什么事。然后我那时候就觉得很莫名其妙，我就说你想知道发生什么事，你去现场看，到处都有小奖。
所有你为什么在那边讨论？然后你觉得在这里就是讲一讲，然后好像隔天继续上课就有用了嘛？真的，我很常遇到就是有一些现实生活中会有交集的人，他真的是政治冷感，但是他就宁愿随口问你，也不要花点时间 Google 一下。我就想说，你就是在假装关心哦，你关心你早就直接自己 Google 了，为什么要问我？我觉得蛮瞎的。我觉得是现在行政那个我回一下那个易斗那个，我觉得是行政权现在很怪，对，我还在观察，但我觉得现在他真的很他们的反应真的很怪，对，然后不知道做了什么事情，对啊，然后异温层的人，刚刚火蛇说异温层的人的一些反应，我觉得就是没办法，就是比如说我有遇到过台南人跟我说他会投绿的。因为全家人都投绿的，可是他并不关心发生了什么事。那这一种人很有可能是就是被其他人拉走。如果他一旦去因为某件事关心的话，对啊，当然还是要发生啊，就是要想办法去争取他们的注意力。的确，对。有道理。如果是要去思考一些策略的话，的确是要想想怎么吸引到注意力啦。像之前刷那些丑图卡，可能就是一招，是可以多想想。哦，对啊，就是比如说家人没有关心政治的，我是觉得虽然说可以让他们跟你投一样的，但是。觉得还是想要跟他们说发生了什么事情，然后他们愿意听是最好的。对，我觉得还是让他们知道发生什么事情比较好，因为他可能今天跟你投一样，但是什么下一次的时候，你跟他说投这个，但是另外5个人跟他说投另一个，他就被带走了。还是要对啊，对啊，要让大家都会思考。虽然说我是一开始那件比较偏绿，是因为家里算是。就是妖怪大人他们都投绿的，然后一开始可能他们看争论节目，虽然说我以前很少能看电视，但是他们看争论节目会听到一点，但因为反正现在整个社群平台已经改变，然后中间也就是投过其他的，虽然从来没有投过国民党跟亲民党跟对，但对啊。我觉得就是战争的问题，我觉得比起就是好，我们先去管823的罢免结果，就是吸取726的教训，然后去观察一下现在的状态。我觉得这次好像大家比较因为那个选票那个票还没发，对不对？我觉得还是可以再观察一下这次票发的状态，然后去监票，然后再来看。就是看行政权那边有什么我们可以做的，虽然我也不知道到底可以做什么。对呀。对啊，但是就是现在到底要往哪里使力，就会不太清楚。对啊。好。那最近千兆有什么想要宣传的吗？想要宣传的，我周5的时候要开《活侠传》，可以来听。哦，对啊。周5的话就是明天吗？周5，对，也是明天。好，明天会开《活侠传》，然后我理论上平常周5应该开新闻台啦，但是因为我最近时间跳来跳去，然后。蛮推荐大家，如果对这些有兴趣的话，可以去播我的新闻台的档。然后我最近请剪辑师也是有剪一些相关的东西。对，我请他把那个核电那个希望在823之前剪出来啊。对，希望可以。之前开的议题杂谈，希望可以剪出来这样子。人家说是因为我今天请假。然后还被妖怪大人发现，我今天早上就很绝望，躺在床上。然后我想说，这个月生理假还没有用掉，我不想要上班。虽然我昨天2点就睡了，可我就不想上班，我就要醒，我就说，我还有一个生理假可以用。
I don't fucking care 能不能发薪，会不会扣薪水，我只要睡，我要休息，我要耍废一整天。好，所以就对啊，还是要就是最近可以做的就是大家多多催票，然后我也要悄悄的催，因为我办公室好像有人可以去投严宽恒，然后我朋友应该是会去投统一罢免严宽恒，他们家有5票。哦，对啊，好诶，大家有知道哪些人可以沟通的，就把握一下时间了。对啊，记得就是你知道他政治倾向，但也许他最近工作很忙，记得去讲一声的朋友，提醒一下的一些现充朋友，就是那种不挂在推特啊、扑浪啊、脆啊，就是有很多人他们都忙到可能拿手机只是滑一下 YouTube 跟那个，就是大家阅听习惯是不一样的。然后记得跟你的朋友问一下，你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吗？这样子。对啊。哇，这可能真的蛮多人会忽略到的。有一些人就不会那个，对。有道理。好，那就交给大家咯，每个人都要做这件回家功课。很重要啦，对，有认同我们想法的人去。对啊，没有啦。然后除此之外，经历过战争的千兆要告诉大家，就是这件事情，就是你会觉得很无奈，但是它该发生的就会发生，然后你还是要吃饭，然后你还是要生活，然后也要维持好自己的生活，同时，对啊，对，就是虽然很焦虑，就像我看到区公病那个时候做完宣传卡，然后我就只睡了2个半小时。对，我就想说，烦欸，怎么会这样？然后这次什么都没有。对啊。那大家好啦，就我其实也蛮焦虑的，但是大家就是对，能做什么就还是要好好吃饭、上班、上课，对，睡觉。该开台的人还是要开台。对，真的。该做的事情还是要做，该看电影记得去看。对，把握一下。好，那就跟大家说拜拜咯。我还没有宣传自己的。好，你宣传一下自己。我明天晚上9点要玩苏丹的游戏，对，因为一堆人叫我玩，然后应该不会被 ban 台吧？应该不会吧？对，应该是还好，它是文字上比较那个，我偷看一下大概在干嘛。对，但好像蛮好玩的，所以就这样子。明天会晚上9点，好，那就真的跟大家说拜拜。拜拜。然后刚有人提到那个核能公投，那刚好我们斯洛姆也有在讲这件事情，我不知道他关台了没，那我们就飞去那边吧。那再见。